来，第一隻機型係唔過，但是唔過冇壓死，但是沒有瓦斯。唔過冇洗衫機，但是沒有洗衣機。唔過冇天花，但是沒有電話。第一隻機型按，這麼木塞莫按龜，房租不要這麼貴。押金莫按貴，押金不要這麼貴。家私莫按貴，價格不要這麼貴。前面一隻機器，愛記得帶，要記得帶。愛記得帶壽司，要記得帶鑰匙。愛記得帶仔，要記得帶傘。愛記得帶衫褲，要記得帶衣服。掌聲鼓勵，大家當聽當威當好，以下根本嘅漂浮片就教本大家漢白真嘅有時要去漂浮嘅階下，你就會非常起來。根本教個木塞還有嘅租金啊，然後屋主用把嘢來去打契約地圖，我記得哪條東西，韓國嘅我記得帶乜嘅東西，大家漢白啲成法地圖就做得來運用哦。唔記得咯，呢個客家苗栗學院還有下那度當精彩、當豐富、當神奇嘅課程，聽眾愛來去數看數堂，甚至來學習。我係圖書組阿中國，愛老大家講，將來了，拜拜。